台南王街场经过9年的培育，培养出台南20号一款气味较香也较好食的米，而且透过技术转移，伫咧家己关试种。即马这家己关的绿草香农会就大成用台南20号伫咧绿草种改变做是糙米，若有新的选择，伫绿草也加一项新的农产品。家政班的班员无用来超拄煮好的糙米，暗算等一下要互外口的民众体验用糙米来做料理。这款新的糙米就是绿草农会配合台南农改场，用客做的方式种的。噩梦这个糙米会当加做是绿草新的农特产。像我先生就不喜欢吃糙米，可是我就煮了这个糙米，他就超喜欢吃，连我儿子都喜欢吃。老师用到在地材料，教民众安怎使用这种糙米来做料理。民众试食了后反应拢袂歹。农会总干事讲，台南20号种出来的糙米，米的部分较嫩，米糠迄层较薄，所以煮起来袂甜，食起来口感嘛真好。Q 啊，然后迄个米嘛袂甜，袂互你感觉讲是糙米安尼。般品种的糙米吼，较甜吼，较歹消化上去食的口感会较无遐好吼。咱20号的糙米较软 Q， 但是伊嘛糙米的营养甲特性拢有伫的。绿草农会表示，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的食食。绿草乡是台湾第一个用台南20号来种糙米的所在。为着要维持品质，嘛拢有甲农改场来合作，希望透过好食健康的糙米，唔但提升米的使用价值，嘛替绿草垂桥农业发展新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